千祈唔好將自己養成一個窮相，唔理你而家係咪大富大貴，都一定要聽八姑講完呢一條視頻啦。有啲人呢，即使喺仲未發達嘅前身呢，身上呢就已經散發住一股貴氣。人嘅相貌同埋財運呢，會隨住佢嘅習慣啦、內心嘅變化而變化嘅。只要你將你嘅貴氣養好，未來一定會越嚟越好。今日八姑就同大家分享17個貴氣養成嘅小技巧啊！第一，閉縮，穿住打扮呢越簡單就越好。樸素嘅人呢，身心清靜，更顯貴氣。第二係內服，多誇下自己，唔好總係咁樣抱怨，保持愉快嘅心情。第三係去住，遠離不良關係同埋啲爛桃花，保持自己嘅能量場呢好清靜。第四就係手相，唔好係人見到人就喺度傻笑，人哋都唔知你做乜，係咪？第五就藏住，唔好乜嘢都同人講。第六係凝神，同人講說話嘅時候，一定要直視對方嘅眼睛，眼神係好堅定嘅。第七係聚富，遠離嗰啲傳播負能量嘅人啦，多接觸高能量嘅人、正能量嘅人。第八係藏風，自己嘅私事呢，好嘅就唔好講，壞嘅更加唔講得出嚟啦，暴露弱點呢，只能夠俾人哋做把柄嘅啫。第九，控語，開口前呢就思考3秒先，唔好隨意發表未經斟酌嘅言語。第十就係確認啦，抬頭挺胸，行路大幅，步伐呢就大一啲，速度就快一啲。11就係收心啦，內心保持平和，唔好輕易俾外界干擾你嘅情緒。12呢就係慎獨，即使呢係獨處嘅時候，亦都要保持良好嘅行為習慣同埋自律。13係適時，重視時間觀念嘅價值，唔好將精力浪費啲冇意義嘅事情上。14就係順時，就係順嘅時候多做事，逆嘅時候多睇書，事緩則圓。15就係守秘，有咗自己嘅規劃同埋心願，唔好咁輕易講出嚟噃。16靜居，保持自己嘅住所呢就乾淨啦，空氣流通。17就係貴言，少言寡語，唔搬弄是非，唔參與冇意義嘅八卦。八姑希望刷到呢條視頻嘅你哋養成貴氣，貴人就追住你走。覺得呢條視頻對你有幫助嘅話，唔好忘記點讚關注，轉發俾更多人睇啊！